我相信，咱逐个人拢有即个部分伫咧。咱无可能诚做一个世界人拢对咱无意见的人，咱无可能诚做一个我看世界人拢总是好人，所以咱拢有迄种部分伫咱的中间，咱有迄种无聊舍，咱有迄种有苦楚伫咱中间，咱有迄种怨愤伫咧心。当准备这个时，我嘛咧想讲，这个部分我会使讲啊袂？因为我家己嘛做袂到啊。我知影我中间有对某一个人有即种疙瘩伫咧，有甲用。我嘛知影别人对我嘛有。但是我爱讲这无爱，因为上帝知影咱做袂到，但是提醒咱，所以咱伫这时候来彼此咱来勉励，你我拢爱共款来勉励。咱感觉别人，咱拢无感觉无啥物代志，伊要烦恼，伊要伫迄个所在苦楚是伊个代志，甲咱有啥物关系？有关系，因为伊是因为你来引起的。咱已经互伊甲上帝来界定啊，这个时机就是咱爱去讲的时阵。第四个，当你若感觉对方的罪已经严重到袂当伫遐来忽视掉，袂当讲啊无要紧啦的时阵，咱就爱去向人讲。那上帝呼召咱，就爱去面对这样代。虽然这代志敢若和咱无关系，但是爱去讲。讲到4项，头一个，你感觉上帝的名是虾米受到侮辱啊？第二，你的关系是虾米受到损害啊？是伊虾米去损害到别人啊？跟咱也无关系啊。伊虾米损害到家己嘛？跟咱无关系啊。但是上帝呼召咱爱去讲。马太福音21章12到13节，讲伊耶稣到伫圣殿时，看因咧做生意，伫遐换钱，啥做些生意，所以耶稣就甲因扫掉以后，讲呐，我白殿的这圣殿是要成做一个基督的殿。上帝名受到侮辱的时，耶稣伊嘛呐大大受气。你讲咱敢有这种情形？其实你认真想，足多咧。人知影你是基督徒，当你做了一个无合上帝心意的时，人安怎甲你提醒？你毋通袂记得哦，你是基督徒哦。迄个时阵，你是毋是已经受，互上帝名已经受到侮辱啊？你若是一个老板，你咧做生意的时阵，无用真诚实的手段去做时阵，你是毋是互上帝的名已经受到侮辱啊？人讲，迄个老板是基督徒，但是伊做生意用欺骗的方式，伊的神到底是真神啊假神？像我伫青年内底时，我甲因讲，你若伫学校咧考试的时阵作弊，你伫学校的时阵结党，伫遐对别人无好好，等恁遮人知影你是基督徒，你有互上帝的名受到侮辱啊无？我相信真侪，咱无久就要选举啊！选举中间，有人开始抹黑，有人开始用贿选，有人做这些无好，上帝看这无好的手段伫遐来做的时，到底你有互上帝的名受到侮辱？你认真想的是，哇，太多了！咱生活中间，咱常常无最好的见证，就是互上帝的名受到侮辱。咱安尼，别人嘛会安尼。你看见别人安尼时阵，你爱去讲。你爱去甲苦劝无？你感觉是即个罪已经互上帝名真正受到侮辱，人伫边仔拢咧讲啊，迄个基督徒哪安尼啥啥？你看见你敢免去甲即个基督徒伫遐甲苦劝甲？只不过咱来求主，互咱智慧安怎去讲，伤害着别人。感觉讲伊伤害别人，甲我有啥物关系？你若是出去听，你就会。你知影你的兄弟中间，你知影你的朋友中间有人有外遇，伊会伤害着别人吗？伊会伤害着因太太呢，伊会伤害着因的囝儿呢，这拢会去伤害着呢。伊伫外面做啥物代志，结果是伤害着这，你都要去苦劝啊！免，你若出去听因这囝，伊的这家庭，你自然你嘛是要去讲伊。当咱第一甲第三个这伤害时，自然会伤害着伊家己。伊常常家己毋知影，这时阵就是咱应该爱出面去讲的，但是爱小心，毋是讲要互咱来做迄个审判官。哇！你就感觉好，安尼上圣经甲咱讲，咱得去做，所以我到处去讲，你安怎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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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无呢？圣经毋是要甲咱安尼讲呢。伫即个彼得前书第4章，伫彼得前书的第4章的第15节，伫安尼讲一句话，伊讲：因为恁中间毋通有人为着做凶手、做贼、行歹，也是因为插别人的事来受苦。华语版讲好管闲事。圣经甲咱讲呐，迄个
毋是你爱插的代志，还是讲你若做这审判官，毋是你爱做这代，你去做啥？就敢若害人，敢若偷摕，敢若做歹代志共款呢。所以，互咱上帝就互咱真侪这高标准伫咧。咱一方面看去上帝名受侮辱，看去别人受伤害，咱都爱去讲，但是要安怎去讲？求上帝帮助咱。伊毋是要互咱做审判官，毋是安尼真急就要去人讲。其实甲咱讲安那。遐个人安尼真急，安尼敢若是毋是伊个代志，佮准做伊个代志，安尼足伊也要去人讲是，通常是骄傲，伊个灵命无诚实的即种表现。真正灵命好个人、谦卑个人，会将这样代志下伫祈祷中间，去找适当个人，伫迄个所在做迄个祈祷，然后请什么人，还是家己去讲拢无要紧。但是伊个中心点是交代伫主以后，才去做这样代志，毋是我要做审判官啦。这所在，毋茫咱会当来学习着注意这项代志。咱常常伫这个要去向人讲，还是无爱去讲的时阵，咱有真侪误会伫咧。对圣经在内底，头一马太福音第7章第1节，咱的误会。伫迄个所在讲安那，无伫批评人，则免拄着批评。哇！所以我莫去人讲啊，莫别人无好无，我拢免去讲。他拄仔咧讲，看到别人有看到即个伊的罪已经安那到袂当伫遐来忽视的时阵，为上帝名受侮辱无？别人有伤害到别人，这我免去讲啊，因为我人讲别人，即圣经在讲毋通讲啊。这毋是甲咱讲毋通去面对人的罪，乃是要甲咱讲下骹即三项。你着爱充足的知影真正的代志是啥物，毋通听到一点仔代志，代志扩大，受到后壁家己推论，讲绝对是安尼，绝对是安尼啦，就开始然后就去讲别人。就下结论落去，无即个圣经在时后壁带到后壁是要讲安那？请咱遮写讲安那？请读第7章第1节到第5节。咱看到第1节就停起来，第5节后壁讲来讲安那？人拢无看见家己目睭内圆仔茶，看见兄弟中间的草仔油。你着要先除去你的圆仔茶以后，然后才有办法看清代志，再当去除人的即个目睭内草仔油。所以爱做无？爱做。但是你要明白，代志拢明白了后，时你再让做这个结论伫咧。你嘛要知影，这中间家己负的责任是啥物？你是出于关心要去讲伊，所以你毋是咧批评伊，你是听伊，要指出来伊毋对，该负责的所在是伫倒。第二圣经咱误会是，咱误会所在是伫马太福音第5章39节的前半段，也讲，若是我甲恁讲，无伫甲歹抵敌。法律办讲不要与恶作对，哇！这啥物讲去别人做毋好，咱拢莫去讲伊，毋通去谈论着即个做诶代志。最近咱看这地方的这个新闻的时候，有人安尼做和事佬，去互人拍死。哦，啥物这圣经就是甲咱讲即个意思，咱毋通去插这个歹诶物件。敢安尼个？咱若注意看即个第5章38节到42节，所咧讲是啥物？咱今仔看即部39节前一半年啊。前后咧讲啥物？前后讲，若有人甲你拍你的正面的喙巴，你连倒边嘛都要拍。若要伫你内底衫，你连外衫嘛互伊。人啊，你行你1里路，你来陪伊行第2里路。意思是要讲啥？意思讲我真用宽容的心，伫迄个所在，我无要报复这项代志，我是要互代志会当得到解决。伊毋是叫咱要做迄个执法官，做审判官，伫迄个所在代替上帝咧做这个代志。佮伫遐利用这机会伫遐报复，无，毋是即个意思的，是咱爱去面讲到做毋对，咱一定得爱去讲的，爱用什么方法伫迄所在讲若定。咱无权利会当将家己的意见加伫别人的身上，但是咱却有即个责任，爱伫适当的方式去勉励人，会当照着圣经所教示，伫迄个所在来讲来行。只有上帝会当互人知影伊的罪，但是上帝安那个圣神的亏待来帮助，但是上帝咱也嘛透过人去做着这项代志呢。撒母耳下卷第12章第1节到13节，当大卫犯着奸淫、借刀杀人的方式的时阵，伊毋知影，佫毋知影毋对，佫将即个拔示巴甲带来做伊的某。迄个时阵，上帝看了无好，找见先知拿单去甲伊讲。用一个故事甲伊讲以后，大卫就伫迄所在认罪。
代表伊知影做无？伊知应该是知啦，但是伊感觉无关系，伊感觉无人知影，伊感觉我安排了非常的好势。拿单出现，甲伊讲的是，伊就亲亲认罪。所以在啥嘛是需要安尼。当咱看去对方的罪已经无，已经安尼是咱参像迄个拿单共款，咱爱去讲，毋是出伫咱高，毋是出伫我比伊较好，毋是因为上帝爱我安尼做，因为上帝名已经受到侮辱啊，因为伊家己已经伤害着家己啊，因为伊已经伤害着别人遐毋知影的人啊，伊嘛伤害着咱两个关系啊。只不过求上帝，互咱有智慧安怎来做，才能拿单遐尼高的智慧，伫遐讲一个故事，互代表王就伫迄个所在来知影。咱无可能会当靠家己来去改变人，但是咱来经过咱的动机非常的正，出伫听的这种动机，伫迄个所在共讲的时阵，咱就让诚做互上帝伫遐来使用，帮助别人去看到伊的罪。咱来小心。咱毋通听讲一寡遮婴仔话，因为伫圣经内底来讲，迄个婴仔讲婴仔话的人，就是亲像甲杀人偷摕行歹共款的迄样。即互我想起讲，咱伫无共款的组织中间的时，咱有可能咱有一寡干部因处理代志，咱这无诚做干部的人，咱到底安怎来？咱得用安怎顺服心来面对这代志？咱啥物应该较用迄个顺服心？因为人其实咱的生活内底嘛是讲安那，不在其位，不谋其政。咱真惊有人安那无伫迄个位，但是意见一大堆，害这真正这人毋知要安怎。咱伫拜五的时阵，咱会看来拜五，咱伫拜五祈祷会，咱拢放一个迄个短剧伫遐，就讲到一个故事嘛是讲起安尼。有一个新人来安怎欠权，或即个会长煞变做一个新妇啊共款，啊即个欠权伫做啥代？就是这样代志，引起安尼，引起这整个这团体无好。咱以后爱毋通常常讲负面的话，常常爱讲种造就人的话。圣经甲咱讲，造就安慰劝勉的话，可劝人话尽量讲无要紧。指责，啊，佮甲伊定罪，这拢总毋通讲。你一定安那爱找这属灵的这种亚坎伫咧。你来找牧师讲，找长老讲，找一寡这属灵的长辈伫遐讲。我有领受着安尼，我所看见啥，我毋知要安怎做，做伙祈祷，上帝就要显出智慧，甲你讲安怎去处理这代志。今仔日即个圣经节，加拉太书第6章第1节伫遐讲着，兄弟啊，若有人无张持含到罪过的时阵，你属伫神的人，就用温柔的心、信心归正伊。即所在甲咱讲着这，迄含到罪过的人，迄对伊家己的代志，含咱哪有关系？原来原文的意思是讲安那，这种含道是伊已经帮家己无办法，家己救家己的时阵，迄个时阵的是咱都安那，都要去帮助伊啊。咱亲像讲，咱讲龙主回头，迄个龙主伊个会当办法帮助伊，伊会当家己倒转来的时阵，这老爸就无找人去啊。等伊家己倒转来，较实际伊若无倒转来，到伊已经无办法倒转来，我相信迄个老爸就要找人去甲帮衬啊。咱的人这嘛是共款。即个圣经在咧甲咱讲，咱爱去帮助伊的时，是伊无办法的时，伊家己已经无办法的时，咱就毋通放弃伊，咱就要去甲伊挽回倒转来，伊挽回就甲伊修补，修补到甲原来好共款安尼。咱家己若有毋做的时，咱家己有责任爱负。当咱无办法的时阵，咱再人无办法的时，咱就要去帮助伊，用温柔的方式，伫迄个所在甲伊挽回倒转来。咱伫这做和平使者中间，咱嘛当着几啊无共款情形，安怎有特殊的考虑的时，头一个就讲，对方若毋是基督徒，安怎？其实你若出着伊的好，你嘛是应该安尼做。第二安怎？你可能莫用圣经讲安怎，圣经讲的话拢是真理，你着甲讲话着甲讲出来就好啊。迄是一个真理，是一个高标准的道德伫咧，人听了拢会受到感动。所以用伊所熟悉的言语伫迄个所在来讲，所以毋是基督徒，咱嘛是爱做这样代志。对方若是有官兵的人，要安怎？有官兵，甲咱共款嘛是会犯错啊。所以伊袂当避免，嘛是需要人去甲伊讲。只不过伫讲中间，你需要安怎尊重伊。我尊重你是甚物人，但是我毋知甲你建，会使甲你建议袂？会使建议什物代志袂？用安尼方式是，通常对方拢会当听落去。对方若是一个第三，是一个
凊彩滥用伊的即种权限，佮有即种暴力伫遐来产生是要安怎？